花莲农改场去年开始伫田林西面芹采价，一冬月来嘛记录着12种正珍贵的鸟仔，咱嘛做伙来看卖。白色上有红宝石同款的目睭，直接飞到花莲农改场，尤其农业研究中心的吴志玲，唔知家己已经互镜头翕到。这相机一年来，还阁观测到红鹇，还阁有长背壁炉等12种罕见的鸟类。那这个猛禽的出现在田区里面，它代表的意义是田区里面有一些它的食物哦。那它的角色其实可以帮助田区里面去清除那些我们认为对作物有害的，例如说它会抓老鼠。园区内底阁设真侪小小的茶厝，添各种的毒鸡芳来带。这毒鸡芳有的是肉食性，比如裸果用食海棠；赤球芳是食花粉，用有效帮助农作物授粉。独居蜂它是一个很好的授粉昆虫，好，所以用这个来引诱，然后在田区的周边创造一个比较高的独居蜂，就是帮他把房间准备好，他会比较愿意来这边入住。入住完了，他的小孩子出来，其实就在这附近活动，那他就会在田里面授粉。农改场强调，过去惯性农法用的杀虫剂破坏自然界平衡，自然农法是用动物天性，等有效减少虫害甲防治资材使用需求，会继续记录这个自然生态建立永续甲友善的农业生产体系。记者综合报道。